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白沙屯妈祖，上大特色就是无固定的路线，全部由妈祖的旨意来前进，所以无人会当来预测讲9天8暝的行程会驻驾伫咧倒位。啊，白沙屯妈总是伫咧大甲镇南宫来驻驾，这嘛是让18年佮形成真罕见的三马会，就是白沙屯妈、山边妈甲大甲妈，这是互所有的信徒拢真兴奋。啊，今仔日白沙屯妈进香的第2天，透早6点，妈祖的銮轿为大甲镇南宫来起驾。这个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亲身到现场恭送着白沙屯妈。啊，早起一透早，台中市落雨，进香的队伍速度变慢。白沙屯妈中华联谊会准备7000份的食食，今日海气。赶紧全部装箱，为中华送到台中，送互信徒食一个饱。下早6点，天白无光，白沙屯妈祖已经坐起了粉红色超级跑车，准备要起驾。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来到现场恭送。真欢喜的代志吼，嘛希望讲每一年若前往要南部的时阵要来咱遮吼，安尼才会留连。这是2006年白沙屯妈祖驻驾大甲镇南宫，继18年后，史上第2摆白沙妈、山边妈和大甲妈各再相会，互真侪信徒是欢喜甲讲规暝，一透早个继续对妈祖开始伫咧赶路。随后一早就开始伫咧落雨，不过信徒同款真热情，淡雨软脚脚。白沙妈行程无固定，万领大东西，万领天桥，互信徒的心情对咧恰恰调。不过最后伫咧彰化白沙屯妈祖中华联谊会是不用甲变过。赶紧将煮好的米粉、米糕、炒青菜含汤全部底好送上车，因为超过60个期间，为半暝啊就开始伫咧准备。不过物件煮好，妈祖还未来，烦恼又海去，就直接送到銮桥边。停车煮6钟头的时阵，阮就是直接互遐个油灯卡用餐。雨淋的大，淋的细，真侪带囡仔家长赶紧将刹车砍塑胶布，互囡仔坐伫内底。有学生搁打家己的话，讲老师同学真失礼，班长请假别来接妈祖。因为小2了没办法，所以明天就要回去上课了，就请2天假。妈妈讲，进前无法度有心，是伫咧104年对咧进香了后才有做囝，落尾逐年都会对咧来进香。另外一边，赶快用塑胶布砍刹车，内底是一个5岁大囡仔。脏手术他不能久走，开心脏手术，对，小孩子开心脏手术开多久？出生就开了，那是来还愿的吗？对。怀感恩的心，爸爸讲，一撮囡仔一路跟随进香，就算碰到落雨，虔诚的心嘛被风压甲淡果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